世界万航台，拢伫台湾新眼界。大家好，我是黄平仁。那么今仔日咱要来讲疫情。讲到这个疫情呢，疫情绵绵无绝期，等待全面解封是何时？中秋佳节的航道灯到底是啥物爱注意？那么疫苗该拍就爱拍，但是1、2、3、4、5的贝塔是不是会一直连下锁到6、7、8？咱来看今仔日要来讨论到疫情。那么来到咱现场的来宾，头一位咱介绍了台大流行病学的研究所的教授陈秀熙陈教授。平您好，大家好。那么第二位呢，就是咱金健康的当这个总经理，见摆就甲你讲，你当处长吼。那么洪素卿洪总经理，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第三位是咱英国的注册医师叶丁如叶医师。主持人好，大家好。那么讲到这个中秋的疫情吼，那么这个 BA.5 听起来是敢若真严重，那么事实上是不是如何呢？啊，今仔日咱记者做了一个整理报道，到底中秋要安怎来航吧？到底来研究。早起9点外，打响的温体乌迪巴已经特别备了。中秋航巴大会特别到位，马片透早就互民众扫了了。暗过受台北市禁止和平公园航巴，也无建议封街航巴。八环高层说来，几几工生理可能最少受影响。就是前几天会买，会有人买嘛？对，多少会有影响啊？就是说看每个人的想法。因应国内疫情欠悬，大多对户外航巴活动拢无管制措施。其中上北的和平公园无开放航巴，桃园市只有凤凰山公园航巴区用航巴，台中开放2个户外航巴所在。台南市甲高雄市维持原来公园绿地管制措施，原本就袂当航巴。按过民众家己伫厝内底航巴是无限制。对大家都好，因为在外面人多。怕疫情，然后又不卫生，对空气又污染。1年就烤这么一次，对不对？我们又不是说1年4季就是都可以，就是那个，只是说应个景而已啦。我们不鼓励群聚烤肉，你在家里烤肉不会管你的哈，但是那种什么封街的哈，那种什么万人烤肉活动，我这个是要避免。表示今年派人加强巡逻和平公园，若违规航巴而且款都无要听，严罚惩治到6000。根据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中秋聚会活动防疫指引，也建议无注疫苗的老大人、囡仔甲免疫功能无好的族群，爱避免中秋群聚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实在吼，中秋要到，我厝里吼肉拢准备好啊。到底是该烘还不烘啊？教授你的看法？是啦，我想，经过这个奥密克戎的疫情，咱也家己爱想清楚，就是讲台湾不管是政府还是咱的医生，还是咱的民众啊，其实咱爱想着爱维持迄个正常的生活是上重要的，安尼大家较袂压力，心情较会好啦。哦，所以我其实足侪个甲大家讲，其实你看这 BA 第5型的，虽然会造成较细波的流行。哦，其实迄就是一种说明，就是讲，因为咱5月、6月已经有 BA 第2型流行，所以咱有迄个自然的感染，甲即个做假剂，咱嘛拍了袂歹啊。所以咱其实是无可能有大流行，大家莫讲伤惊啦，嘿啊，所以我是感觉讲无需要。所以咱中秋会当找教授来斗阵航吧。我一定会甲因航吧，因为我感觉讲这就是维持新的正常态生活应该要过嘛吼。人正常的社交生活。我即摆是稍微解说一下，就是讲大家莫因为这个第5型，敢若讲有流行起来。吼，我最近嘛有算过啦，吼，甲9月中旬差不多就上加就是4万几个啦，吼。啊，但是咱有一个理解哦，这4万几个内底足侪拢是。咱的青少年因为移动较紧嘛，吼，所以伊去用感染了，其实因为伊有保护，伊的保护，反而伊有免疫保护力啦，来保护咱的社区啊，咱的观念来改变啦，咱要甲疫情共存。这嘛是这种看法哈。我就一直来咧，大家讲嘛，啊，所以你今仔日因为是安怎？今仔日小波流行，都是因为咱疫苗开始嘛，小可会失效啦，吼啊，这个自然感染，我大家讲会失效，但失效无要紧啊，你个感染的时阵，因为对第5型来讲的时阵，小波的流行
反而是造成你社区保护力的年轻保护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动力。咱唔只社会当维持正常，无咱流行会下降嘛，无完全嘛唔是讲拍主预防车的啊。你自然感染的这少年人就是贡献上大的。吼，咱来注意的是咱的时代。吼，咱有无注射的人，嘿，艰苦病痛的人，无注射这的人，因为你有可能变做中重症嘛，所以你看咱的中症最近有起来，就是这的人。我今仔日其实我家己的分析内底也是看到，大部分拢是无拍预防针的啦。是所以当然你选择这条路，你家己都要想着讲，你会当是毋是会当用这个帕西洛韦啊，这种有药啊通食好啊，康复啊，安尼，你嘛是一种想法啦。所以咱即摆对付这疫情，已经毋是干那像过去拢干那预防针，干那吹暗，咱有多种的方式来预防这个嘛。所以大家应该要用这种心态来看。咱最重要的就是讲，卖互这个中重症上升很多死亡佮继续增加，咱也会当维持安尼。迄今仔日就是日本，今仔日甲纽西兰应用的方法就是安尼。韩国今仔日嘛是安尼，你看韩国最近嘛佮小坡流行啊，因为伊自然感染的迄个效率已经佮过啊，保护佮过啊嘛。所以这只病毒有一点想要甲咱人类来做朋友，对，一起过中秋所以伊就是安尼想法。所以我是感觉大家要用这个正常的心态来。教授安尼，我得到你一票第二票我来问苏庆你敢有赞成讲中秋的时阵大家斗阵来行吧？事实讲一年才行这一届尔啦也着过生活，也着过性命，所以准讲像阮兜，我感觉大家拢真健康厝的行嘛会使。阮进前拢是较习惯但门骹口摆一个炉大家围遐。你知咱台湾人中秋行嘛就毋是你厝的就是喺你门骹口摆落大家台湾。但即摆新北市讲袂使呢？嘿，伊讲门骹口袂使，我讲足奇怪，因为事实讲大家咧里长我去问里长里长伯甲我讲伫厝里我都爱注意大家一氧化碳中毒咧。对啊，就是进前嘛是连我会记得进前有一间最有名就是伊也佫毋是烘肉，伊是煮火锅喎。迄火锅有一个长长的迄个讲内底是坑炭的嘛，嘛有人踮餐厅食到迄个一氧化碳中毒。所以我感觉你今仔日讲一定爱厝的烘嘛足奇怪，因为事实上即摆。台北市莫讲台北、新北市，规台湾有偌济烘肉的餐厅，迄淡内底烘肉，敢拢伊家己人，拢无熟悉人，拢无熟悉人，就会用当厝内底一个室内当一个烘肉，是安那我一定爱踮厝的人，因为我踮外口烘，老实说，你通风较好。健康嘛较无危险，嘛较无传染的风险嘛，所以我唔知影是安那讲。如果你讲我这个第二票就是，如果话我烘，而且我是希望你家己的门骹口烘安尼啦。第三票我来问我叶医师你的看法咧？对，你嘛有第三票。是哦。对，是真正无啥物意思啦，因为这 BA.5 其实无造成任何一个国家的问题。我来看几个国家经过 BA.5 的洗礼的，拢无因为 BA.5 甲这个防疫行为做任何的改变，因为病院甲死亡的人嘛拢无相关。所以你看美国就知啊，这是 BA.1 足悬的。是。就第一摆嘛，第一摆阮咱遮的人拄着这个 Omicron 就会感染着，但是以后的数字就直啊落，加这个青色的是小波段，是这个 BA.5 对其实嘛无讲相关伊嘛是这样稳稳嘛，对，你看这是 BA.1， 这是 BA.2， 这是 BA.4加5，其实拢是病的嘛，对。是，对通风做好较重要啦，对。你爱厝内咧烘肉，还是你外口烘肉，你通风做好就好啊。第一个原因是袂一氧化碳中毒，第二个原因是较袂染到 Omicron， 因为这气溶胶最严重的啦，所以通风做好，安尼是较重要的代志。好，这第三票我已经得到啊所以咱中秋咱四个斗阵来烘肉但是讲到这个 BA.5 还 BA.4 佫讲到这个疫苗讲这个疫苗二价安怎？咱来看讲这个中秋尤其像这个媒体人赵少康又讲真济国人拢咧等待这个次世代的疫苗，希望会当对抗到 BA.5
哦，但是政府买的竟然是对抗原始株 Plus BA.1 的次世代，也就是讲，伊的意思是讲，人即马已经是先进的，即个敌人已经真厉害啊，吼！啊，你搁咧买即种 BA.1 的物件，啊，这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其实哦，这有风车哦，大家要有一个理解啦，吼，因为我先讲啦，吼，伊即马就是讲有一个BA 第一型的嘛，甲第五型的嘛，吼，这疫苗新的疫苗嘛，吼，啊，咱爱注意一件代志啦，即敢若讲吼，今日咱咧买苹果共款啦，苹果有一般的苹果甲改良的苹果啦，吼，啊，你是要食一般的苹果改良苹果，吼，所以其实伊的差别无遐尼大，但是大家都是因为想讲新的疫苗是毋是副作用较细，还是讲伊的这会较好会保护感染，吼，啊，其实即摆的证据看起来，咱因为我头拄我已经讲过啊，咱今仔日上重要的毋是咧看感染的数字啊，哦，因为头拄叶医师嘛秀出来 ，BA.5无小波流行，但是重要资料这了后，伊头拄嘛讲到重症加住院啊减济，哦就好啊嘛，哦啊，所以你拍疫苗，你安尼紧，大家就会有一点仔想讲，当然拢要更新的，但是彭林，我讲一句话啦，今仔日 BA.1 啥啦 BA.1， 你有看到伊无用 BA.2 哦？咱用的是咱感染的是 BA.2 哦，唔是 BA.1。是呢。是啊，所以你人因为是因过去流行的第一波就是 BA.1， 头拄叶医师嘛有秀互大家看，所以当然因会去做 BA.1 啦。所以你即摆要等伊 BA.5， 你还阁等一段时间哦。所以大家爱考虑哦。你等的时间内底，你唔是讲我今日2日的物件就来啊？你会感染嘛？你等的时间会感染，所以等到你 BA.2 等到的时阵，可能就是你今仔日片头讲的6、7、8、9过来啊。唔好啦，绝对唔好啦。哦，我是感觉袂啦。哦，阮即摆预测是暂时袂啦。但是大家我讲这个心理，你就知，大家拢要新的，但是新的总是要有人做出来啊。苹果要食改良的，嘛有人去做啊。啊，你无改良之前无的，你当然嘛是食一般的，无你拢莫食就好。你拢莫食，规莫食。啊，但是袂当安尼嘛。你疫苗你若有无拍，有我追加剂无拍，有的时段慢性病的人，伊都有可能变做重症啊。所以你互伊等了，先开始讲啊。对，所以有一寡即马市民拢咧，大家咧讲这讲。政府爱先紧去买 BA.5， 大家嘛拢知影，问题是讲你要买到 BA.5， 即马都 BA.5 就敢若美国近水楼台先得月，伊较有法度。所以全世界国家你看双价疫苗内底，敢若美国即马拍 BA.5 啊，倒一个国家有法度拍 BA， 拢话拍 BA.1。哦，所以咱要有一个理解，唔好想讲今仔日大家拢爱养生气骨啊，无安尼，因为其实有紧拍，有需要拍的人紧拍较重要，尤其是那些。长者啊，甲这个慢性病有需要拍追加剂的人拍，因为我头拄仔讲过，你追加剂第3剂是7月拍了，无毋对，3个月会退落来，退落来。所以毋知即摆第4剂，所以你即摆第4剂，搁等5个月较要拍的时阵，啊，流行就过啊，啊，那万一遮内底牺牲着遮个时代，遮个慢性病的人，你疑心好啉，吼，所以大家要有一个理解，所以我是感觉讲疫苗，大家要理性来做选择。哦，你会当选择讲你想要拍，歹拍，你今日你嘛安尼选择，所以咱第4剂较即摆较拍无甲40，无甲40拍。啊，无要紧，我頭拄嘛讲，我讲，因为你阁有抗病毒，所以伫咱即个社会内底，对即只病毒的感染开始有足多的选择嘛，吼啊，所以你要去做你最大的选择。但是政府站在族群观点，咱也是爱鼓励伊第四针也是爱拍，有需要拍爱紧去拍，唔通一直等，吼，无你。咱你老材料要等的人，你都爱多一个，你都爱敢若跋筊共款，你都袂使互感染，啊变做重症，安尼你就知影了解我的观点。是。啊，咱先，他小等要来请教的叶医师哦，先来讲，讲到这个 BA.1 吼，讲真侪观众朋友哦，无一定理解，咱来看一下吼，这个次世代双价疫苗要开拍，哦，啊到底差在哪里哈？这个 mRNA 哈1273.214啊，就是 BA.1 哦，这原型株甲 BA.1 加起来，这是你来看哦，上信哈，第2、第3期
临床试验，还是动物实验，英国、瑞士、澳洲、欧盟、加拿大，咱台湾拢核准啊。但是，咱讲到这个 BA4 甲 BA5，甲即马敢若有动物试验咯，美国，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呢？叶秘书，这种美国人伊也敢用，敢若动物试验的呢？对，这是4天以前美国 FDA 做的决定，伊是讲阮即马要来，咱美国即马要来注这个 BA.5.4.5的预防针，但是这个决定其实是在6月28号，安尼到处都做出安尼的决定，所以伊迄个时阵就讲，阮这个官人的时阵，官人进前，阮要来拍这个双价预防针。要起官进前就要开始。我爱拍这个 BA.4甲.5，但是这是美国的决定，英国的决定是咧8月15的时阵就核准这个双价的次世代疫苗是 BA.1的这个预防针，是昨日英国都开始来做啊。对，美国还未来做，伊是核准，但是 BA.4.5还未做落去，还未做落去。对，但是英国 BA.1已经昨日甲顶礼拜4开始已经已经该做落去，因为英国其实较寒啦，对，天气来讲，规个国家来讲是较寒。所以就呼应到头仔陈医师讲的吼，陈教授所讲的，你有通啊拍，你就紧拍，你搁紧。因为我补充一下吼，迄个本人，迄双价的意思就是一个个原始猪啦，一个个新的猪啦，叫双价嘛。即马就是讲美国要干他伊真正要会当申请出来，甲分去全世界，差不多要到明年初啊。哇！所以你有咱大家有一个想法啦吼，莫讲因为即马这个亚变种的欧米伽，无可能搁做第3期的临床试验嘛啦。因为这就是过去的拢是用免疫桥接啦，即马拢用免疫桥接啦。所以因即马因的 FDA 核准拢用免疫桥接在做啊，所以因为伊是亚变种啦，唔是讲像 Delta 加 Omicron 讲变种完全定性当然这对还是唔对，当然这会当有一寡辩论嘛，所以这就是今仔日有名有迄个用下有人选择不爱拍啊，所以这就是会当大家会当来讨论这个代志，不过这个时辰最重要就是讲，大家若要等这支。都要等3、4个月，你会去用感染变重症，你家己要想清楚。连这 BA.1，你像讲今年咱9月底、10月才开始拍嘛，你即摆搁1个月呢，你这 BA 第5型甲第2型拢讲，这种传染拢足紧的啊。这变异点，我相信叶医师这一定嘛拢有讲过，就是讲这传播力足强的嘛。所以你要等到迄当阵，这1个月过，你搁有增加多少感染的个案？当然感染的拢少年呢，咱若是讲即嘛。我头拄也讲，这可能是无要紧，但是嘛，万一去感染到有重症的放心的，你医生好了，对，所以你要倒也袂倒，家己要想清楚。所以疫苗即摆抉择变做是个人抉择甲族群的政策抉择，这是2个不同的层次。就公告政策要来请教就诉求。这在你长期来找这药情新闻，到底这个？指挥中心，伊头壳咧想啥？虽然讲头仔陈教授叶秘书讲无唔对啊，即摆就是 BA.1，你有通啊拍，有针该打的只需打就紧拍就对啊。是安怎到目前为止，包括着中秋节，我还有大家来群聚也好啦，也是讲喙烟袂摕起来，到目前为止该做的拢有咧做。但是是安怎伫整个台湾乃至到咱世界地图变快一看，哇，敢若剩中国甲台湾守得上严格，这是什么原因？我感觉第一个原因就是讲可能咱政府伊感觉讲咱到进前为止伊的成绩袂歹。所以总啊成绩佫算袂歹，伊就想讲，我这个成绩应该维持落去，怎维持落去？同简单的方法就是卖变，卖变就有机会维持落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真正是讲，是咱别人假变，咱免变。我先讲一件代志就是，其实你如果想看嘛，咱即嘛疫苗嘛资料无讲介差啦，第二种感染的人数嘛无介少啦，因为虽然讲即摆看起来，感觉比咱本来预期较少，可是其实有一寡人感染也无去通报，无去通报啦。所以人讲算连中秋节这波也算落去无一定咱到9月
9月底，跟规台湾1000万人已经感染过，有人安尼算啦。所以讲，其实感染的人数嘛已经有够多啊啦。所以，这么侪人自然的感染，这么侪人已经注意防射了。照道理讲，照道理来讲，咱应该应该想看嘛，什么时候咱来恢复正常的生活？无咱来呼吁讲来开始思考。当时阵会当来喙安提起来，会当来做解封。对，因为你想看卖吼，咱即摆伫烦恼讲，是安那咱即个疫苗，不管是 BA.1 还是 BA.5，用的先来再讲，吼，因为咱之前有的人是安那无爱搁做啊，伊讲啊拜托，你咧清朝的剑来斩明朝的官，吼，你讲明朝的剑来斩清朝的官啦，啊，你拢即摆拢欧美克隆啊，你一直用旧的疫苗，叫阮一直做，有的人就想讲无爱搁做，我要等。好，啊，即摆政府有听到即个声，就讲啊，阮会买新的，啊，买新的，大家就紧来做嘛。如果你感觉讲进前的歌，啊，佫无够新，啊，佫行无够新。可是我想讲，大家就拄老陈教授讲的一件代志，咱流行共款啦，永远有更较新的。可是问题是，你要思考家己是毋是爱等即件代志。咱同重要就是天吼较寒，病毒会较流行，病毒吼伊的。兼顾伊的传染的，伊活动力嘛较大啊，而且是不只是咱的 COVID-19 哦，有人你是讲，即摆全世界拢开始开放，全世界嘛咧开始恢复正常的生活。过去2冬吼无啥出现的流感，嘛开始慢慢有出来哦。啊，就是讲，咱即摆要防的。毋是加 COVID-19 啊，可是是安那病是病毒吼，一个是即马嘛开始出来的即个流感，一个是即马一直要出现的即个 BA.5， 其实这2只病毒吼，事实讲伊的死亡风险已经嘛。重症风险嘛无差较济，啊两只病毒是安那差别对待，我嘛个一直种感觉足奇怪。因两个可能会感觉大细目哦。嘿，想奇怪，这2只前啊会差别对待，啊这只你感觉说讲啊，同重要的是啊，你要有看到重症吼，你就来通报。通报。啊，你啊这高危险族群，咱疫苗嘛早就买好啊嘛，吼，今年嘛是买600几100档嘛，吼，拢有准备好。啊，那大多就是安尼吗？疫苗传好。啊，甲大家讲呢，你家己爱较注意。总讲你也是迄个较拄仔讲的，你有一寡慢性病，还是讲你年岁较悬，还是讲你进前可有啥物免疫力问题？嘿，你可能这个人可能无一定，你是对抗流感，你嘛是爱戴喙安哦，啊，你嘛是爱洗手哦。所以你头讲到一个真趣味的代志，一只是流感，一只是 BA.5 或者是4，这2只敢有啥物无共？来请教着叶医师。伊是无共的病毒。啊，一个是流感病毒，啊，一个是这冠状病毒，所以伊本身就是无共的。一个以前是感冒，一个是流感，对。啊，但是因拢伫咧寒人的时阵，较活动来较悬，对。啊，所以这个时阵其实旧年的时阵，咧英国甲欧洲，因都建议讲，你的第3剂甲流感会当时阵住落去，当时住落去对，所以你会使加注流感预防下，啊加来注这个COVID 的这个第3剂啊，唔到第4剂，嘿，对，所以因其实这是在2020年都开始做足多研究，讲你当时注两个预防下，敢会有问题，所以你看到，阮看到这个咱看到这个效果嘛无差，安全性其实拢足好的，所以咧。旧年的时阵，足侪国家都开始建议讲，这个时大人会使当时间2档的拢当时阵住落去，无共的所在就好啊啦，对，安全性是免烦恼的，对。是啊，所以其实今年咱台湾的 ACIP 嘛是安尼建议的，讲你会使当时间住落去，因为阮应该避免互这个时大人一直反复的来去这个病医对吧？对啊，所以。规期安当时住落去，对，安尼2个拢会使保护咱。所以观众朋友要注意哦，吼，你厝里若有时大人，上好甲建议讲吼，你着一厝吼，双管齐下，相共齐下，啊，紧去吼流感嘛住，啊，这个 COVID-19 哦，这个 BA 第4档就甲住落去，啊，较贵气。但是咧，讲到这个 BA.5 甲 BA.4，到底有偌厉害？先啊，遮够拖。伊这个变化是啥物吼？那真侪观众朋友嘛有趣味，想要来了解讲，这个病毒是安怎？是毋是咱因为咱愈住愈多，所以呢，伊才来愈倒脱？是毋是这个原因呢？叶医师？毋是，其实原因是有小可的突变。
伊突变的位点是较高脱小淡薄啊，比这个 BA.2 较高脱淡薄啊尔。但是这个淡薄的所在其实都会使取代这个 BA.2，所以恁看，阮来看这个美国，嘿啊，一开始是这个 BA.1 这个 BA.2 较高脱都甲伊取代掉了，个 BA.5 小可比 BA.2 搁较高。一丝丝仔囝，所以你咧讲的是将这个物竞天择的这道理吗？对，在 BA.2 甲 BA.4 甲.5其实是足小型的，小强的，小强对。这个对咱台湾其实是一个足好的消息。这个时阵要来安怎看咧？阮来看一个去年 BA.2 流行甲足严重的国家是丹麦。对，丹麦伫咧去年的时阵 ，BA.2 有够悬的，称甲有够悬的，伊嘛就好打的。伫咧上悬的时阵，都甲这个喙暗啊，这拢摕落来，拢讲无必要，阮的超额死亡无意义，这个病毒阮会使甲伊共存。其实是因为因为是大人预防下做足好足满啦，所以因才会使安尼做。做了以后，伊就直啊落。即马是有 BA.5，但是 BA.5 这个根本是不成什么气候啊，对。所以其实 BA.2 的自然感染也是足悬的时阵，你对 BA.5 的这个保护力是足悬的。哦，所以啊，对这个疫苗来讲吼，对这个病毒的 BA.5 啊 BA.4， 伊的这个突变的演进，所以咱免惊讲伊上后尾变做一个真厉害的怪物。是毋是安尼想？是阮先咱请这个教授。我甲迄个叶医师这边小补充一下，就是讲伊讲的这拢是对的，就是讲其实自然感染若大，后壁这BA有第5型就较少，这就是拢了解。丹麦其实就是过去就是这个 BA.2 上大，甲咱台湾共款。但是我要讲的，其实今仔日是安怎的？变种病毒的变异点，他都伊讲的，迄变异点是安怎会遮尔济？其实上大的原因，我嘛一点仔时间讲者，这就是因即马疫苗专家一直咧讲，就是讲要拍疫苗，就爱拍有济，拍有够啦，拍无够，你就会有病毒变异。迄就是你拄拄啊，迄个洪玲讲的物竞天择。倒一个国家伫遮，南非甲即马拍疫苗，你嘛知足少的。所以咱有一个名词叫做疫苗种族隔离。这不是我讲的，这是 COVID-19 创造的疫苗造成种族隔离，所以因已经所以咱的 COVAX 这个疫苗失败，所以这就是 WHO 引以为戒，伊唔敢退去大流行的上重要的，因为就是有的国家今仔日就是疫苗拍了无好，所以互病毒的变异点会重新一直的变异，一直变，迄就是头先讲的物竞天择，但是随着时间南非即马靠的毋是，非洲即马靠的毋是预防下，是靠伊的自然感染。所以我头拄来讲，如果你的观念也是无法度改变，大家一直拢想讲要安尼，敢若讲要用喙烟来保护感染，迄是无可能的。其实咱即马，我嘛坦白讲，我拢是咧公共场所、交通集会场所，我较有咧戴喙烟，因为迄嘛毋是为着 COVID-19， 迄叫做防疫文明。台湾养成这个习惯。对其他的传染病，包括结核病、包括流感，拢有帮助。所以咱戴口罩，唔是为着今仔日的Omicron要互伊的确诊个案下降。他拄啊所听讲的讲，迄无形的隐性感染，当然嘛是有啊。因为你快筛会当找一半的人尔嘛，所以你药啊算你嘛知嘛。所以我过去拢无要咧讲黑素，这个就是安尼，唔通去讲黑素，就是讲这遮的人就是。保护你的自然感染的保护力啊！你从头拄受听讲的意思，就是咧甲你讲这嘛。无非洲今仔日你可以看，死亡率唔就死成一片，迄都无可能。从叶医师头拄啊，所以大家观念以前讲准爱改变，爱想办法，爱恢复正常，恢复咱的正常的生活。中秋都爱好好过中秋。佮讲着好嘛。所以这个疫苗拍到落尾，我嘛讲的啦。所以流感是安怎甲伊做伙拍？其实唔是啊，故事大哦。过去囡仔无拍流感所引起的脑炎嘛有可能，因为咱囡仔疫苗嘛拢流感嘛拢拍50年啊，
所以这流感的疫苗是介重要哦。我加在，阮囡仔今仔去拍疫苗。我知，所以两个做伙拍。所以你看，咱即个伫有风车，伫小于6岁，吼，咱嘛是大家一直咧报足侪副作用，但是其实伊的副作用反而比青少年较低啊。啊，是安怎这消息那会拢大家讲的拢无对称，所以这就是咱大家今日就是拜托讲，大家爱理解这，吼，对应该爱拍的爱拍，正确的资讯。对，啊，咱喙安拍，咱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来大，你若讲爱大就大。我问你，你今日你个烤肉，你甲大的。啊！我问你，啊你即马摕起来，啊大家要干杯的时阵，毋是摕落来，啊迄传播力这么强，他对我意思，啊你有气溶胶传染，各安尼传染，你是要安怎防止嘛？所以咱要用科学的思考去想这个问题。它有逻辑感的。对，所以这个就是讲恢复新常态生活，对付这个欧米伽是上好的方法。小等吼，咱来看这个新闻了后，要来请教着肃庆，就是讲，咱若拢做记者出身吼，是安怎新闻媒体吼？对着这种感染的这个譬如讲这个后遗症的报道，会变做讲来凸显，啊，结果呢无去处理着讲啊，其实这比起来并无遐严重，是什么原因啊？是安怎记者是安尼想呢？还是民众爱看这种物件呢？咱小人来问，咱来看吼，对着咱国内的 BA.5 疫情吼，我即马遐悬，哦，讲到遐悬，其实就400多人。吼啊，所以呢，疫情指挥中心啊，今日宣布啊，讲吼莫德纳啦、次世代啦、预防针啦，第一阶段来提供吼65岁以上的时段吼，啊，第二阶段要开放就较重要的医护人员啊，到航空业者的机组员啊，吼要吼斗阵来前进吼，啊到而且呢，差不多吼，中间爱让旁3个月，你若有。头前住一档吼，爱让旁3个月。啊，指挥中心表示讲，上紧9月底吼，就200万人会上来到台湾，咱来看看。因应本土8.5疫情清关甲边境开放政策，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注射组 ACIP 专家会议初步决定，莫德纳次世代疫苗会先予脆弱族群来做，各分2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做的对象是65岁以上老大人、长照机构住民、18岁以上免疫不全甲免疫低下人。第二阶段是第一类医师人员、机场港务甲居家检疫工作人员。航空机组员、船员、机构照护人员、50到64岁大人，甲18岁以上因为外交公务等工作需求出国的人。长照机构的群聚，那个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然后它一旦发生的时候，很多个案得到感染，它的死亡率跟重症率又比较高，所以长照机构也纳入比较优先的对象。李炳彦表示，这款莫德纳次世代疫苗是原始都 BA.1 的相隔疫苗，会依照受使通过紧急使用授权 EUA 资料，应提供18岁以上民众做第3期、第4期甲第5期对家使用。不过，无适用第1期甲第2期基础疫苗，而且甲前1期疫苗隔时间至少要3个月。目前疫苗量够，也让大家都可以打。再参考其他国家，目前次世代疫苗也都是在隔3个月左右，或是有人已经接种了第4剂，你还是可以再接种次世代。如果隔了3个月的话。指挥中心表示，上近9月底会有200万剂莫德纳次世代疫苗到货，细节议员咧甲厂商参详当中，也有可能有更较侪剂。第一阶段有希望到货了后开始做，第2阶段启动时间，都看民众是毋是有真侪人来做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好，咱头仔这个教授讲其实即马搁咧等这个1000万人，是等到底是 BA.5。还是要直接来买 BA.1， 这种决策顶头的这个两难，教授来讲是，就是讲咱第一阶段爱先看咱拍了安怎，啊无疫苗咱即马莫德纳佫存250万呢，这人不拍对啊，所以要分2阶段的原因，就是先拍咱这个长者，啊看因拍了安怎，效果，再来决定后一阶段50岁以上的以及。其他的人要搁拍的时阵，医护人员要搁拍的决定啦。所以对，所以要滚动式修正。有得拍就得紧拍。啊，算了，咱请教就肃庆是安怎的？新闻记者是媒体的报道顶头我想可能以我所了解，咱的同业嘛，毋是讲挑工的
到底是人民的心态来致使着讲记者要找新闻的时阵，拢来找这种较无共款的新闻。其实吼，我事实讲，咱要写啥物新闻，实在是即摆已经拢是民众来决定的。因为是安那，咱的长官是安那决定，伊要爱倒一条，就是迄个流量较好，较侪人看啊。即条啊，甲伊塞出去，足侪人迄拢会点入去看的啊。所以其实要做啥物新闻吼，有当时也毋是记者决定的啦，吼，这是第一件代志。因为你即摆记者迄算阮的业绩叫做 KPI 嘛，啊 KPI 里面就是讲，啊你这平平写10题啦，啊人10题有几啊百人看，你10题100人看，啊你就真惨，啊你来做迄种较困难的啊，啊是你来讲哦，咱即摆疫苗做安全的啊，啊是你来说讲，啊即摆其实检验嘛无啥物代志啊，啥物家己点入去看，所以第一个就是讲民众也是要看这样的新闻吼，啊等于讲咱大家要去写这是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就是讲，其实疫情啊即嘛嘛是遮尔侪冬啊，变来变去嘛无啥物。变无练啊，变无练啦，唔知要写啥，所以即摆就变讲啊，即摆咱来看吼，除了讲哦，即摆人数今仔有特别济无？因为问做新闻的是安尼嘛，今仔有特别济人无？还是讲今仔死亡有较济人无？还是讲动静有较无特别无？有足少年、足健康、足健康的问这嘛？第二站来就是讲，啊，即摆来流行讲啊 BA.5 来啊，啊重复感染遐人有济无？你之前讲有无敌星星嘛，即摆无嘛？即摆医生讲，真侪医生甲我讲，奇怪吼，之前讲恁拢讲迄重复感染差不多隔几啊个月，可是我即摆我的诊所来吼，一礼拜就5、6个来是第二届感染的哦。系啊，啊第二届感染，佫足奇怪是你问吼，甲伊之前感染，这样隔无几个月。啊！你讲我是安怎知伊是第二届感染？伊讲因为真明显，伊互啥物人话着拢知嘛。所以这明显，伊讲啊，所以咱即摆阮就做无敌星星，就甲大家讲哦，你莫叫是你中过就无代志咯，中过第二届哦，中第二届我安尼讲，你嘛感觉安尼有啥？就第二届，伊就甲伊讲，哎哟，第二届长新冠较严重哦，哦，你弄做长的安那，啊长新冠就甲恢复一届，因为有当时。就甲伊讲，大家吼奇怪的是讲，咱每一届拢讲爱报喜不报忧，这是咱对咱家己的朋友，咱甲伊讲好的代志、好的新闻。可是好新闻呢，真少人会去点入去看，吼，爱真善美。奇怪的是，迄耸动我讲有几个人死去啊，啊，这人哎哟，明明就无代志，厝的踮遐食饭，突然间就过身，大家就想安那就要看。所以当时民众就爱看较无共款，所以吼，民众的认知吼。嘿，可是这么。趁这个机会嘛，给大家懂，所以阮会甲伊写出来，表示是啥？伊是较少迄款人，因为大家拢安尼就毋是新闻嘛。所以当我写安尼人，表示这是较无人看，较新，它是较新奇的。大家想，哪会出现这种代志？所以虽然你看着，你是要讲啊，这个人遮可怜，遮尔健康，40几岁查某囡仔，BA5哪会丢着安那，啊，佫足恐怖。这是表示甲伊提出来写的就是较少的，真少看到，较特殊的，所以你莫把特殊当常态。咱看新闻爱有安尼理解，你才袂感觉讲，那一天敢来写这足恐怖安尼。你讲每一个人讲日本，你看日本吼 BA5来吼，哦，一礼拜100万人中啊，这来台湾嘛足严重。啊，你又看其他的国家 BA5来，拢是安尼一波安尼。所以你有对啊，而且咱一直讲日本，因为日本都很严重啊，所以这个是新闻啊，大家爱安怎看新闻啊了解，阮会提出来讲的，一定甲别人无共款的啦。所以咱今仔会上一课哦，叫做新闻识读啊，吼，要安怎来认识这个新闻，尤其咧定定来看咱那台湾新眼界吼，才会知影吼正确的资讯、全面性的资讯吼。啊，即摆伫线顶吼，有咱啊真重要的咱的这个导游啊，吼，小胖真久无见啊，吼。嘿，你甲咱讲一下吼。主持人好。嘿，是，咱即摆吼讲哦，中央的这个疫情中心嘛，讲啊，欧美吼，这个国家的人吼，9月1号啊，9月12号啊，若入境诶免签，吼，啊旅游业吼，在恁来看，啊前啊。3+4这件代志，啊，佫无爱解读咧。其实哦，咱你看讲，迄个咱的去欧美开放哦，迄个免签证，吼。啊，你问题是讲，咱即马去甲美国嘛免签，嘛是签一个 EDF 安尼啊。啊，有一个现象就是讲，你即马开放讲哦，你即马迄个你进免签，但是你只要加这3+4吼。有一个现象，外国人就无啥爱来啊。啊，你讲对咱的旅游有啥帮助？
其实正经无帮助。啊，为啥无帮助？欧美的国家吼，人来台湾省，有通6天7天，啊，服务你讲，互你改一个3天加4天，你即马讲袂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啊，伊来要创啥？伊来就互你关啊尔。伊就剩3天。所以讲有一个现象，你若讲对，啊，你后壁你4天的时阵不得搭乘大众交通工具哦，啊，你袂使坐高铁，你袂使坐迄落，你必须家己。所以讲，伊安怎？你讲伊要来自由行，还是讲伊要佚佗？啥物拢无方便的情况，伊搁真爱待3天。咱的旅游饭店哦，啊，搁咱的防疫旅馆。咱若讲欧美的国家，咱来讲啊，来住咱的防疫旅馆住4暝就好啊。伊有一个现象，那伊来开偌济开12套。啊，伊的3顿咱是食便当，你讲欧美人会接受讲，安尼你关4天了食便当，伊敢袂？你出顶嘛？对，啊有一个若像讲安尼有一个现象，你讲开放即个免签证，讲哦，拢免签，是什么个德政？我讲来听，咱的即个饭店业哦，看会到，食袂到，第3+4，伊无可能来嘛。所以讲你就讲啊，咱开放12号开放入境免签，你有讲甲无讲共款嘛？讲了互加拍尻川的。是啊，第二个问题就是吼。即摆咱看咱台湾周边的一寡国家吼，免讲较远啦，咱周边的国家要入境因的国土吼，真侪国家拢已经解除所有的限制，吼。咱根据我所知，韩国、马来西亚，吼，啊，搁有咧做你落地了后吼，你飞行机落地了后啊，做即个 PCR， 敢若即2个啊1工之内去做，其他完全拢无限制。吼啊！你即马旅行社的即个运营，还是讲恁的人客已经有出国的即个现象啊吗？哦，一般哦，咱来说讲，佚佗就讲东南就好啊。咱新加坡、越南、柬埔寨、缅甸，吼，当然这个国家都不用什么PCR 嘛，免签嘛。包括韩国讲好，你延长说到10月份，你台湾人入境免签，好，那问题就是咱的人伊也在接受咱的人去哦，好，你会免签也免隔离，即马甲全世界哦，甲看大咱台北甲像咱甲中国爱互居隔，啊，你讲要做旅游经济要起来有一个现象，你变做啊，咱会使去外国人袂当来咱遮的时阵，你想人要来无？日本人佚佗的方式，讲哦，你即摆是打3剂，哦，你有打3剂就免隔离，即摆伊爱签证。啊，咱即摆讲吼，咱欧美国家的人来免来签证，这个都是对等的啦。你即摆若假如讲9月底有可能讲，咱会变0+7，日本咱的迄个最大宗的旅游人数就是日本。日本来咱遮的时阵，讲哦，恁变0+7，我才有意愿来。日本人的休假的方式吼，休3天休，较上济休5天。啊，你即摆讲我3+4，伊就免来啊嘛。伊按着居隔完，伊就再转去啊。是。所以我讲，那后疫情时期啊，咱要去解决。既然就像咱陈水熙博士讲的，咱要甲迄个啥，甲病毒共人共存。你要跟世界接轨，咱就要刚变得把它流感化，流感化，你去大方向去接触，该打疫苗的该打疫苗，那该做一些政策的该做政策，袂使讲咱即马刚希望别人来，别人来袂甲咱感染吗？伊来丢咧，咱出去敢袂丢？即马变做讲，咱我带着个朋友讲啊，讲阮台湾一天3万几个。啊！恁中国大陆若100外，下就爱封7好关7天，我台湾人比你较多呢。是。所以我就想，其实要做旅游经济，这个疫情已经关3年啊。阮做旅游业的，大家是参加落魄，那会有个现在希望讲，咱的政府讲，找着咱讲，防疫的政策开放，那该打疫苗的就尽量去打疫苗。像之前讲啊，打疫苗会使领500块，你甲看大家意愿多高？你即摆讲啊，可以打4剂，
可能就有人讲，我打3剂就不安啦，只要 BA.5起来，刚刚传染力很高，但是致死率没有啊，就有人就很打，我就放心，我就不要去打了嘛。万一打了又好像没效，那情况之下，干脆就不要去打，不要去冒这个风险。那其实你看看国际的一个情形，美国也希望你打4剂，但是也没有办法提出一个第4剂的确诊保障。但是说句实在话，就刚那个邱奇教授说，你有打疫苗，你至少有一层保护，不会重症啊。基本安尼咱就讲，变成有管化，咱就在接受。所以咱希望咱在政府单位会使把这个疫情控制住，大方向跟疫情共荣共存，这才是办法。好，感谢。刷来，咱来请教3位现场请教3位。他多这旅游业者，咱的导游小胖公告讲，其实这是对等的，国境的开放是对等的对等的那人因要入来，咱嘛要出去咱若无相当的这个开放，人入来伊嘛会惊人因已经开放，咱去咱转来，咱那感觉不便教授你来看，台湾这个边境的措施是安怎？到目前为止，阁是这个态度咧？因为这就是讲，伊咧上法顶悬，就是一直惊有一点就是，拄好咱今仔嘛有讲到，就是惊这个变种病毒入来，互这个确诊个案的个数搁增加。可是我拄一直讲，就是讲，咱即摆就是一直咧看这个确诊感染个案。拄我就一直因素听讲的，就讲，这感染个案是你反而是自然感染安尼尔，咱即摆都唔是亲临嘛，所以你即摆就是因为安尼，所以互伊造成一个，伊有一个担忧，讲感染若起来，是不是医疗能量会受到影响？唯一想法是安尼，但是这个问题随着时间慢慢就减低了嘛，都无因为咱即摆嘛拢开始拢有迄个基层的帮忙，就医疗能量已经慢慢松绑了。所以我是感觉咱应该除了刚才业者的损失之外啦，我跟你讲，因为卖讲对等啦，彭林，我问你，伊头拄讲出一个咧，外国人就已经关到安尼，就要解放啊，搁互你来遮关，伊敢要互你关？你想好啊，你嘛知影这个道理，所以咱来更加开放，用正常心态。咱内底都已经唔是亲邻的，咱就疫情共存，咱想到无都接受别人入来跟咱疫情共存，除了医疗能量考量之外，所以我是感觉讲，政府伫这地一定要跟加速来开放这个所谓的这个路径的，因为安尼时阵除了对等之外，较有可能。伫政治的立场来讲，老实讲，我已经看到外媒咧讲啊，你即摆愈做愈像甲中国共款，敢若咧做亲邻政策共款。你境外管甲遮尔严，这嘛唔是今仔日咱应该采取正确的立场啊！因为这就是讲，咱甲中国大陆上大无共地，中国用的亲邻影响到全世界的经济，是啊，这影响偌大。但是你即马甲伊弄为同一类，外面甲你报做同一类，我看你后摆你要安怎？所以这个地方我是讲真的，咱是为了台湾人民的想法，甲大家共同的，所以这个一定要用科学的方式来处理啦。素卿，你头有讲过，讲其实越南迄阵时是去互世界各国的这个厂商啊、公司啊逼着，伊必须要开放。系啊，因为阮投资遮尔济，阮踮遮设工场，结果你因为讲这疫情，你讲大家拢莫去上班，我到底我世界的供应链要安怎如何维持？所以伊安尼直接就讲袂要紧，安尼就开始去上班嘛，逃得税咧。其实咱即马咱比迄当阵搁安全真济，就是老师一直讲着，药已经有啊。疫苗嘛，进前3档嘛，做啊真多啊。即马第4档要开始做啊，所以咱即马的时空的背景，甲进前是完全无共款的。即马全球嘛，拢讲阮即马就甲这只病毒要共存啊嘛。所以有啥物要共存的前提之下，咱搁遮侪代志。我已经讲，确实是讲，咱希望讲大家莫因为放伤冷其实讲你拢无爱注迄个预防针，结果一届真侪人感染，去影响到咱的医疗的能量，咱无想要看到这，所以即使咱要甲伊共存，咱嘛是家己爱注意家己的健康。迄当然爱注意，可是这个是民众爱做的代志嘛。可是政府爱做的代志，就是看科学的证据来讲，咱应该做啥物代志嘛。即摆咱有当时伊的政策，咱有看不到科学的，因为无毋对，即摆讲 BA.5 确实讲全球即摆
大流行安怎？可是全球其他所在已经开始慢慢降温啊。BA.5伊的比例吼，确实是西太平洋地区有小可咧悬，可是即马敢有遐严重，这是第一件代志。第二件代志就是我讲一个真趣味的代志，你不只是关3天，好无？即马你去我的朋友出国开会啊，去美国去欧洲，送给你带喙暗啦。啊，即马外国人来咱遮，你就算你0+7叫人规路带喙暗，因带袂掉啦，因但是毋知脱，迄喙暗下落偌久啊，伊搁咧做即个，所以伊感觉讲你即马到底什么情形？恁遮敢有比阮美国较危险？你遮敢有比欧洲较危险？总讲若为即马有当时啊，你讲因每10万人口发生率感觉有比咱少，其实有当时有严无严嘛，你知道？因为即马甲共存吼，大家有当时真侪国家根本无咧报，你知影？啊，你若无咧报就无啊！啊，你即马认真报就真侪啊！嘿啊，所以就是你的心态决心讲决定你的疫情有偌严重。咱若正讲科学方法，应该看病医，去看病医，看病医，嘿，当前偌侪人死亡的情形。医疗能量有够无？你就是看遮，你就详细看遮，总共遮会应付得来。疫情拢是咱可控制的，所以咱政府爱用遮来评估讲，咱爱做啥物政策，毋是讲我想象讲我即马应该安那，结果就是咱民众将台湾民众的个性真好，服从性嘛足悬的，所以政府讲啥咱就做。可是我感觉。即马是时间也差不多啊，吼，2档3档啊啦，吼。已经毋是讲咱要做也无爱做，是拄啊你看迄倒，我这2、3档足侪餐厅我熟悉吼，拢倒你知影哦，真侪。我看政府无看到这呢，足侪人这拢倒收啊，然后即马迄做导游遮真侪，我捌的一个导游就改出来选里长啊，嘿，大家改道啊。我看政府爱看到这呢，这影响真大，免讲我家受一件代志，一个政府执政爱看全面。实在讲，这疫情的代志啊，真复杂，哦，国际性，哦，甲国家的这个交往。要甲美国人买疫苗，要甲德国人买疫苗，吼，甲中国的关系，甲国际性的竞争，甲整体经济，国内的政治的情形，叶秘书，你做一个专业的医师，吼，你来看，那你要来决策，来讲，到即马开始，吼，对中秋，咱会讲高峰期，一直到年底这进程，咱会当做啥物代志？其实解封这款代志，我其实伫咧5月的时阵就支持。5月份会使规个会使放好开，原因是台湾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更较严重。今仔日英国的确诊的人数是2万人，台湾是3万外，英国是台湾的人口的3倍，英国无咧挂喙暗，全部的物件佫放好开，佫因的天气比阮佫较冷，对，所以其实。这就告诉阮2件代志，就是阮的疫情其实比别个国家佫较严重，所以阮无需要去担心别个国家会拖好阮，拖好咱。咱台湾其实是比人较严重，对，咱无必要来担心着讲别人入来了会致使着咱佫较严重。对，伫5月的时阵，大部分的欧洲的人甲美国的人拢有5厘车啦，对，伊就是拍预防针嘛，甲中过 Omicron。阮即摆的数字都甲阮讲，80%中过 Omicron 佫好起的人，袂佫中 BA.4 甲 BA.5。这是真正无敌情形啊！但是阮这个title都常常咧讲说，你无敌星星失效，因为有那个10几20%，不，但是你。那你哪会看这80%？你哪会看这80%对？所以你看这别个国家拢是安尼 ，BA.2 BA.2 甲 BA.1，佫较差不多是1/3，BA.5佫较低，所以开放遮个健康的外国人入来，其实根本就无影响到阮的这个医学的问题。甲这个病医的能量甚至伫咧5月的时阵，较侪外国人，较侪无敌青的人。伫咱台湾，其实对阮台湾的疫情嘛是有小可的控制，因为因无法度互这个病毒感染嘛。因无法度互这个病毒较难啊，较难啊，吼，较困难。所以较困难，比一个拍3剂台湾人，甲拍2剂，但是自然感染过 Omicron 的这个外国人，病毒会先去感染，先去感染着台湾人。对。先去感染对啊，所以这其实5月开始就会使开。教授，你敢有同意这种看法？
我想我想我小用另外一个言语啦吼，就是我嘛伫这讲节目甲大家讲，我想所听到我总有深有感受，就是咱定定用着讲咱的疫情吼高升吼攀升，但是我头拄仔一直讲，咱的自然感染的人若侪，若是少年的，反而是一种好处，吼甲你保护，所以每一个国家若自然感染过的，是安怎伊流行会少，其实是靠这人咧保护，少年人咧保护。对啊，所以我哋一直讲这个哎，所以咱唔通一直用疫情攀升，咱若一旦用到疫情攀升，安尼观念就敢若肃清今仔我知影伊就想要甲这讲哦，全部的人拢知影，啊，大家就感觉足严重，其实唔是，咱是要看中重症安尼尔。哦，所以我是甲大家讲啦，今仔日台湾中重症其实咯控制了袂歹啦。哦，所以唔通定定用这个自然感染的这种术语来看，安尼中秋你就较唔免惊，哦，啊，你该做的。